AT 頻道嘅朋友，今日現場真係唔少人。陳偉同劉永璇現身 Pavilion KL 出席 Astro 嘅新春活動，商場未正式開始，已經有大批觀眾喺現場等候。AT 今次繼續用反路人甲視角，近距離記錄成個活動情況，由現場人潮、藝人出場到台上互動同秩序處理，全部都一一拍低。活動期間，除咗陳偉同劉永璇之外，仲有幾位本地藝人登台表演。亦見到部分中年好聲音歷屆參賽者現身。由於現場人數眾多，期間一度出現小插曲，不過好快就由工作人員處理好，整體秩序亦算迅速回復正常。想知今日現場實際有幾逼，距離又有幾近，一齊睇落去。喂，各位村民，可唔可以打聲招呼先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香港嘅陳偉，好耐冇嚟見大家啦，掛唔掛住我先？多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劉永璇 Tiffany， 好開心今次終於可以同到咁多位一齊見面啦。每一年咧都係好靚，而且我哋呢度咧過新年過足1個月嘅，即係今年可能2個月，同埋從1月過到2月啊，基本上一 after Christmas 咧，我哋就要換晒呢啲新年嘅 decoration 咧，俾大家可以行街街啦，扮靚靚啦。咁之前例如今次嚟到 KL 啦，咁前日我哋就有一場 Gala Dinner 啦，都見到好多嘅粉絲嘅。咁今日再嚟商場呢度，會唔會同琴晚嘅嗰個感覺又唔一樣咧？哇，梗係好唔同啦！我第一次可以喺呢個商場見到，哇，周圍都係好多人，好熱鬧，好有呢個新年氣氛啊！係咪都係特別想行街咁樣？即係自己想買啲現貨，買啲靚衫。係，好想去掃街啊！好想食嘢。OK， 睇下大家一陣有冇機會咧，係可以考慮咧。咁啊，今年嘅呢個劇集咧，其實講真都好多㗎，就好似 Tiffany 咁樣啦。咁嘅其中一部咧，嚟到第2季㗎啦喎。係。講航空業㗎喎，可唔可以好好同大家介紹一下？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《非常日誌1》咧？有冇啊？係啦，咁嗰陣時咧，我係飾演一位空姐嘅，係啦，咁但係啱啱拍完嗰套叫做《非常日誌2》咧，我就已經係升咗職㗎啦，係啦，已經唔再係空姐，已經擔任咗另一個角色嘅身份，咁咧就係會再專業啲啦，要面對唔同嘅困難啦，又挑戰多一個語言啦，所以大家到時一定要留意住。咁即係你同第1季咧，其實好唔一樣嘅一個感覺，因為首先就係升職咗啦，即係唔一樣嘅呢個崗位啦。咁啊，但係再一次翻到呢部劇嘅時候，見到熟悉嘅大家，即係自己嗰種心情係點樣啊？其實係好開心啊！即係好似一個大家庭，即係我哋每次開劇咧，即係會覺得同一組人成班同事一齊開工係好開心。咁特別上就係因為我哋非常日誌咧就係實景拍攝，同埋好多都係大群戲嘅，我哋會成日見到面嘅。咁所以每一次去到機場，雖然咧係好可惜唔係下下都有得飛啦，但係每一次同到班同事一齊喺嗰度環境啊出現啊，可以傾下偈食下嘢啊，都好開心。咁啊，陳偉啊，偉哥咧，其實近年嚟呢啲角色咧都見到係比較嚴肅啦、嚴謹啦，即係所有嘅都係話好有正義感，自己係好有立場嘅。咁嗱，你咁樣嘅角色嘅時候，你覺得同你自己本人啦，有冇好大一個分別嘅？太過唔一樣。咁你份人係好 loose 嘅，但係咧你知啲角色咧反而就好嚴謹嘅。所以咧就每次講親對白咧，其實都要提氣啦，要真係要讀到好熟，因為好多都係專業人士啊嘛，咁所以咧必須要好熟嗰啲對白。即係譬如做而家嘅非常檢控官啦，裏面做大律師啦，有好多一啲係法律嘅用語，你必須要朗朗上口，就係隨便都可以講到出嚟嘅感覺，所以一定要背到好熟咯。即係好專業嗰種咁樣啦。哇！我哋都好好奇啊，要拍嗰啲好即係 professional 㗎啦，即係譬如話律師啊嗰啲，要花幾多嘅時間咁樣去背台詞㗎？對你嚟講？其實拍攝嘅期間，我哋拍攝嘅每日都有2組咁樣，其實都用咗好多時間嘅。咁但係瞓覺啦，唯有犧牲一啲瞓覺時間去背下一啲對白啦。唔緊要，依然係咁靚嘅，所以接住落嚟咧，希望有更加多唔同嘅一啲角色啦，係可以被挑戰啦。但係當然今日嚟到 Pavilion KL 呢度咧，最緊要就係帶開心、帶歡樂俾大家啦。咁都準備咗一啲歌曲俾大家㗎，係咪啊？Tiffany 先。OK， 咁我哋有請 Tiffany 送上2首歌曲俾大家。
重生。Thank you everybody， 新年快樂！真係喎，令佢哋接觸佢，我真係喊到好近，唔單止係 one step closer， many steps closer。I try my best，I try my best。OK， 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再一次請出陳偉嚟到台上同我哋傾偈，歡迎偉哥。哇！你知唔知啦？真係好難得嘅一個機會見面啊嘛！你喺前面唱歌咧，有啲 fans 咧走喺後邊同偉哥影相。係咧，後邊都有個見面會啊！聽講後邊都有個見面會㗎啦喎。有好多好正嘅劇集，好多都唔同主題嘅。咁但係講翻非常日誌啦，咁就又留咗一啲觀眾嘅問題咧，想要俾阿 Tiffany 嘅。咁就話到啦，喺《非常日誌2》入邊咧，有冇一場戲係你拍完之後，自己都覺得哇呢場戲，哇我真係永遠都會記得呢一個角色嘅呢個 moment。我諗如果真係要揀一場戲咧，應該就係我語言挑戰嘅一場啦。係啦，因為真係有一場戲咧，我係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啦，而同時間係有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旅客，係啦，咁嗰場咧就包括有講咗普通話啦、廣東話啦、英文同埋日文嘅，係啦，所以如果有識講日文嘅朋友喺度，到時可以聽下我講得夠唔夠標準。OK， 所以就一定要留意嗰一場戲啦。係。OK， 咁另外咧都俾阿陳偉嘅偉哥嘅，今年咧有3部劇咧都特別有朋友係睇到嘅，就係《非分之罪》啦、《正義女神》同埋《璀璨之城》。你自己又最中意邊部咧？我自己最中意啊，因為每個角色我都覺得好有挑戰性。咁但係就嚟緊，可能就會最快同大家見面嘅係《正義女神》。係。咁呢套亦都係一套講法講律師、講法官嘅戲。咁裏面有好多一啲少年嘅罪犯，有佢哋嘅故事咁啊。我覺得好，即係我哋收工嘅時候食收工飯咧，其實有睇咗啲拍咗嘅花絮啊咁樣，其實已經係好 touching 啦，裏面嘅故事。咁所以我諗係好啱一家人，無論係你係後生嗰輩定係父母嗰輩，我覺得大家坐埋一齊睇，咁我覺得完全可以增進到家庭嗰個感覺㗎。好好啊！其實 TVB 咁多年嚟咧，都製造好多好高質素嘅一啲劇集啦，特別係帶出一啲好有意義嘅社會嘅課題，係值得我哋去留意嘅。咁啊，無論係邊一輩都好，可能大家對於同一個課題有唔同嘅諗法，咁啊趁住睇劇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可以增添好多嘅討論空間啦。OK， 咁另外咧都有非分之罪嘅，咁就有朋友問到啦，呢一個角色有冇邊一個選擇咧，係你本人其實一定唔會做嘅？哇，好有深度啊！我哋啲觀眾問啲問題。呢個角色其實我完全唔會喺呢個角色裏面嗰個女人好貪錢。因為非分之罪其實係一個好多個單元嘅故仔啦，好似有5個單元。咁我其中一個叫做億萬殺機，即係一聽個名就知道係因為錢去殺人，所以冇可能我會做呢件事。
到你分心咁？你擾亂到覺得我亂亂地嗰時，你大聲同我一齊唱就得㗎啦。OK， 大家俾啲掌聲陳偉。多謝晒朱振年，送俾大家憑着愛。在這高高低低、彎彎曲曲中見到，我知有好多人都係一早已經嚟到，係咪啊？等咗好耐啦，終於見到啦！咁俾多啲聲嚟聽下先。Thank you，多謝。我哋都好啦。多謝你哋嘅掌聲。咁啊，現場我見到好多美女，你真係好靚，但係要 keep 住靚咧，就最緊要一件事就係要開心，同埋要健康少多啲。咁我送一首大家都中意嘅謝秀明嘅歌《終身美麗》，即係一齊唱啦！嚟啦只願又記得這擁抱，為能離愛過，但從看到你，為我可自己不好，感謝幸運而合着眼睛。你好，多謝，祝你身體健康，係笑多啲，開心啲。最輕輕的過薄星，多謝我的可終身美麗，才值得勾勾手指發誓。多謝大家，哇，好大嘅拍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
睇到呢度，唔知大家又有咩感想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同我哋分享。今次影片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個活動再見。